后来继续来看台中大甲高工的电机科，有3个学生代表学校参加到2021创客松的竞赛，因是来研发到脚踏车超速的安全的装置，要来减少到学生骑铁马的危险性。这个研发的成果得到评审的肯定，唔但摕到铜牌，嘛是唯一入选的高中的队伍。越靠近的时候，红灯会变得越来越急促。那操纵那讲解这款用叉壳做出来的脚踏车超速安全装置的建本，是大甲高工电机科3年级的学生张俊达、罗大成、洪伟杰研究出来，而且透过各种监测的设备，提醒骑的人要注意安全。用那个超音波感测后方来车，当感测到后方的来车的时候，它这个后照镜会跳起来，可以让骑乘者看到后方的危险。每年至少有5件严重事故，所以我们才设计了这个装置。这项作品进前嘛，代表学校参加2021年创客上竞赛，经过几摆讨论佮改良了后，摕到铜牌，同时嘛为入选的高中队伍。利用那个课余的时间，又或者是像是寒暑假这种时间来做。学校嘛鼓励更加侪学生勇敢参加比赛，和少年囡仔会使为比赛过程中学习到跨领域的合作，培养出解决问题能力。